这礼拜要休困啊！嘿啊，哦，够欢喜的啦！哦，减一天上班呢，欢喜的时阵就爱来唱歌，我就知。你有知影讲啥？我想者哦，咱既然是中秋，咱来讲一个就是甲中秋有关系的歌。好啊，中秋就是爱，我知。地亮的月亮啊，你敢有咧看？看阮的心肝，为何咧做疼？你安尼敢袂唱伤假啊，我就唱袂起你吼。你会当用坏啊？为何咧疼？安尼讲较靠题。哎哟，但是有月娘的歌哪唱真正足少的呢？嘿啊，我想到一条啊啦。什么？月娘，请你想看觅。哎哟，连名都有月娘哦，但是是要安怎唱？我袂晓。你想要骂人哦？无啦，我就是穿过去。安尼讲心声的，敢有别条？我想一下哦。有啦，还有一条啦。嘿，月娘啊，听我讲。我知。要不要？你是，互你想一下。这边唱，我无听过。月娘哦，月娘，我拜托，只该请你爱照顾哦。还要想足久的东西，敢是安尼唱？真的啦，差不多就好啊啦。哦啊，还有一条啦，问月娘，要安唱？你会唱啊？旧年的中秋，歌我唔知。我袂记你安怎唱啊？中秋，过来，咱做阵看月娘。我想到啊啦，我想到啊。给你一个机会。旧年的中秋，咱做阵看月娘。啊，你敢有较好？我无唱，无爱唱，无歌啦。结束啊！好啦，安尼我要来开场啊。好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边，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台语词，也个甲观众朋友来配用台语念出来，嘿啦，观众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啊，咱拄则白边真正是无简单的。会当甲别条我的歌词甲我的歌唱做，真正是足厉害。原来阮白边遮尔有才华，多谢。这叫什么？做事小天后对对。今日中秋呢，虽然讲毋是今日啦，这礼拜啦。我即摆想要放假，你较认真嘞，好无？我无想要上班，还有几工啦。我有一个问题想要甲你问哦。嘿，你看像咱旧年中秋的时阵，就咧讲烘肉，教大家烘肉的食材要安怎讲台语？嘿啊。今年的中秋是要讲啥？今年的中秋就来讲中秋的典故。讲中秋的典故，嘿啊！明年的中秋是要讲啥？明年的中秋就讲烘肉发生的代志。烘肉的，迄当阵就准你的讲过啊。毋是爱讲实在尔，有人可能烘肉发生啥物较趣味的代志啊。譬如讲叫火烘着安尼，叫火烘着，这敢是趣味的代志。我咧做烦恼的呢，这无做伤长，嘛有真侪爱烦恼的代志哦，因为做过主题安尼。无咱到时来做一集吧。明年的代志，明年才个想要。好啦，听众朋友啊，明年若有先讲吼，阮就是吼，摕一个牌啊，甲摕一个碗，甲摕一张纸吼，去个路边看下烘肉，问讲会使食恁兜的口味。你要去倒位？对我来去食，是真的去食，甲咱分啊。有什么小姐一块肉分的哟？到底会叫警察抓去无？会叫警察抓去无？阮下讲是讲警察，但是正音是爱念警察。嘿啦，好啦，咱今日来讲吼，中秋，是咧创啥物？咧创啥物？像咱迄顶届普渡啊，毋是甲大家讲普渡的由来？嘿啊，中原。咱就蛮中，你咧中原，我一直想着中秋。你讲我刚才教授，
就甲伊讲阮中秋的时阵，结果咱是咧讲普渡，嘿妹，你甲男做伙，啊，我就想要航吧。好，咱来讲，想要航吧。对啊，听众朋友，恁敢有人爱钓虾啊？恁敢知影讲宜兰钓虾的所在？安尼讲你拍广告的意思，无啦吼。宜兰钓虾的所在会使航吧呢？你敢知？钓虾啊所在会当航虾啊，我知影。毋是啦，伊的岛啊有一个乌一个空，啊，就迄火炭，啊，你会使就是航吧。伊就现场就卖迄一支一支虾已经甲你处理好的食材，哦，你就会使安尼航。袂歹啊，都会歹当航吧。哦，偷偷甲恁讲，其实咱实际嘛有，啊，若是倒一间我就无讲啊吼，无咧拍广告的吼。好，咱随来讲吼，啊，若是中秋前啊会赏月，你敢知？毋知。赏月的由来其实是因为吼，咱伫咧古早的时阵，皇帝就以天地为爸母，以日头做兄弟，啊，月娘咧，等咧，兄弟有日头一个，日头一个，阮以前有9个日头啊，你呢？以兄弟做，不，到底是啥啦？以日头做阿兄，嘿，啊，若是以月娘咧，做阿姊。做阿姊对，无毋对。啊，是伫咧民间渐渐就变做讲吼，伫咧旧历8月15的时阵，伫咧月娘上圆上光的时阵来甲伊拜安尼。哦，啊，毋过因为安尼时间呢前线，就是即摆咧拜月娘的即个仪式已经较少啊，所以渐渐就变做赏月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对，就是讲看到月娘，就迄种就是月圆人团圆的意义伫咧啦。安尼来甲你考试一下。好，中秋的时阵一定要做4项代志。4项代志，无毋对。头一个讲看卖无啊！我一概讲4项，你一概对啊无咧？你毋是要比赛看啥有读这？好，安尼第1项就是爱拜拜，拜拜对。第2项就是赏月，赏月乱讲。你到底赏月头拄仔讲过啊？赏月都讲过啊，我已经讲了啊。好啦，啊，食月饼啦，食月饼嘿啦，啊，佮食油啊，食油啊。所以食月饼甲食油啊是两件代志。啊，你讲4项咩？系啊，所以拜拜食月饼食油啊，啊，过来，过来就是烘吧，烘吧，无毋对，对，就是这4项。是，啊，你要讲一下，就是因其中代表什么意义无？好啊，安尼先为头开始讲好啊。嘿，头一个就是拜拜，啊，拜拜就是8月15。听讲呢，即天是土地公伊得道的日子。哦，我知，是毋是爱拜麻糍？嘿，对。土豆的哦，敢有安尼讲？无啦，我家己爱食土豆，红豆嘛袂歹啊。我较喜欢食土豆。好啦好啦，嘿，啊，除了拜土地公，嘛爱拜祖先，佮有地基主。哦，我知，咱就有哦，阮老母咱就有拜哦。啊，就初一15爱拜拜啊。哦，对啦，初一15爱拜拜，初一15爱食菜。我演你讲啥？会拍广告，袂使拍广告啊！袂当。好，安尼拜拜讲完啊。嘿，过来讲食月饼。对啊，食月饼嘛有典故。有哦。对，请讲。即个典故等于就是讲较早咧战争嘛。对，就是伫咧明朝的时阵。今日两个主持人都怪怪。就是要放假，我就是要休困呢。好啦，就是讲明朝的时阵，因的皇帝朱元璋，伊甲伊的族人汉人约束，讲伫咧8月15即天要起义，要甲迄蒙古人，敢是蒙古还是民国？蒙古哦，蒙古，蒙古人，你蒙古人赶走。莫甲阮倒手，拜托。因都要团结消息嘛，所以因都咧伫咧迄月饼内底藏迄纸条啊。哦，你有听过无？8月15杀鞑子。哦，那就有，嘿，都是团结的消息。嘿，啊，成功了后，就大家就伫咧即天食月饼呢。哦，所以就是因为即个物件成功啊，所以大家就更较注重即项代志就对啦。所以就变做讲8月15的时阵，咱食月饼吼。嘿啦，听众朋友啊，迄什么两人酥啊，还是讲包什么啊，迄种做油的吼，食一条差不多是3碗饭吼。哎，无买着的，还是讲什么一条爱300块的，毋通食啦。毋通食啦！听讲恁中华有迄，毋通拍广告啦，什么
什么蛋啊嘛，我嘛买无啦，我都食无啦，恁拢莫听，我讲这我不爱听啦。嘿，过来食油啊，嘿，食油啊，是食油啊，冇等过，有哦，什么等过？就是伊油啊嘛，华语柚子甲迄油脂有海音安尼，海音嘿，所以就是希望这出外人会当来食油啊，思念家乡安尼啦。嘛希望你会当做伙转来食油啊团圆啦。是哦，嘿啊，油啊，敢若尻川看起是圆的尔，伊安尼菜咧看起来安尼布啊形啊。嘛可能嘛是因为着时啦。哦，着是嘿对啦，食油啊对身体健康啊，着是的油啊上好食，毋是应该是讲所有着是的水果拢真好食啦。嘿啦，好，过来就是烘肉，烘肉，嘿啊，烘肉听讲是台湾才有的这个活动呢，敢是因为迄个好喏。哎呀，你收明迄啦哦，哎那就是为1980年代开始的啦，1980啦，80 ，sorry， 1980，对，1980年代，你今日啥呐？就是迄个电视广告啦。对啊，我听讲就是拄迄当阵开始哦，就是大概看到中秋的时阵，就是咧烘肉。对啊，而且嘛有真济，就是做生意的人，还有贩仔因拢会准备迄规套的，规组的呢，拢做俗的哦，俗咧咧啊，愈来愈专业安尼，一包就甲伊包好好，一包甲你捆起来呢，嘿啊，包起来哦，一包就会当迄，而且迄我感觉做方便的，像迄香。我甲看伊迄烘肉迄价啊，我做里边迄种诶，迄一迄安尼纸安尼拍开安尼59块呢，哈，随时拢想要来烘一个59块，对啊，什么烘肉？烘一个放起哈，咱等下开始寄来公司烘。我亲戚朋友会当安尼团圆烘肉，我感真袂歹呢，因为其实阮过年差不多，毋是过年，阮一年差不多就是对啊，就是过年。啥物啦？阮一年就3项啊，第一就是过年的时阵，团圆。阮阁有5日节啦，阮5日节当去食阿嬷包的肉粽，阁有就是中秋的烘肉，即3个较侪人咧过啊。阮兜啦，恁兜敢是？阮兜嘛差不多啊。无，我感觉恁兜定定咧过。阮兜想要烘肉就烘肉，想要烘肉。哎对呢，阮迄工就是母亲节，阮嘛咧烘肉。阮兜有迄什么麻茶啊，土团，好笑，去5金烘买呢，袂爽啊！安那啦？你也无甲我招去烘肉呢？我嘛是，我不管，你搞礼拜搞包节，台北看大家咧囤烘肉，你感觉我是要安怎甲你招啦？吼，无爱，我不管你后礼拜搞包节烘肉的便当过来啊！好，安个笑啥？我包便当都真欢喜啊！好，除了烘肉以外，除了爱做这4件代志，对，咱今仔日咱要变做就是地色型的频道啊！咱一直拢是啊，你想啥？哦，真的啊！地色型的，有气质，有歌声，有美丽。有做事，有做剧，越来越多。好，咱遮要来介绍讲，就是伫咧咱台湾在地中秋各地无共款的特色活动。嘿啦，第一就是新北市三角驛是倒位？听众朋友你知无？就是咱即卖的三甲，对，三甲的迎红公，对，过来就是金门的拔状元饼。对，过来第3项就是妈祖的烧塔节，对，烧塔就是一个塔，安尼甲烧掉安尼。你很确定是安尼？真的啦，而且吼，旧历8月时阵，嘛是日元潭萧族上盛大的祖灵的祭祀。而且烧塔节伫咧万东的即个所在，已经传承有100年啊！是拄福州传来的礼俗啦。是咱目前吼，敢若伫咧妈祖的铁板村，所以铁板社区就是即个所在社区，因逐年都有举办即个活动，是上有代表性的。即马伫咧中秋有咧举办即个传统。好，安尼听出来，我就是要来介绍一个妈祖一个烧塔节。请，其实妈祖有因家己的语言，你敢知？我知啊，叫啥？就是马友娃，对，马友娃。
妈祖这个所在，就是因为你讲的，就是万东语，咱叫做万东语，因叫做万东语。嘿，听众朋友，若是对一个马友话有兴趣的，会当伫咧阮 YouTube 顶悬找台湾技术铺，标题就拍讲妈祖话我爱讲，大家就当看到一个相关的报道。因为马友话已经通过是伫做咱台湾的母语的其中一项，这嘛是一个大家真关心的议题。因即马遐嘛有伫咧复兴的运动，所以讲大家会当关心一下。早期伫咧妈祖四界拢有一个烧塔的活动，其实因讲是塔，但是迄个悬度无足悬的，差不多1公尺至3公尺安尼尔。大部分拢是用迄遐喙遐来甲伊吞起来。若是较悬的，就是装甲夹起的，差不多就是迄装嘛，敢若伫迄塔的悬度的4分音尔。其他则个用迄遐来安尼甲伊安尼贴。塔起来，塔的顶悬会留一个空，是用来藏迄要行的物件。因就是甲迄无爱的物件伫咧中秋烧塔的时阵甲伊烧掉，上顶讲安尼换新圆满的意思啦。但是迄行的材料有茶竹啊，还有切壳安尼。而且油顶下会压迄松加的粉来甲伊斗烧。松加的粉是啥物？松香粉。对，有当时放一寡盐，因为盐拄着迄烧安尼劈开喎，就安尼若像是烟火的效果。是哦。对啊，场面真正是真好看。原来是安尼。毋过就是进前妈祖实施军管的时阵啊，因为军方就是限制伫咧迄灯火管制军事需求，所以讲烧塔这个活动禁止足久的。足可惜的。对啊，而且因迄当阵做足严重的，暗时连迄门啊、电火全部拢爱搭迄帘布。哎哟，一个100年的烧塔这，就因为安尼消失要50档。民众险拢甲伊放袂起，一直到军管结束的时阵，党义乡公所才伫咧1998年中秋的时阵，来举办一个假日文化广场民俗活动烧塔，才由2个村来进行比赛。对，这个活动才个传承落去。原来是安尼，而且阮现场有甲迄妈祖迄边的人call out哦。你去call out。对啊，咱拄则毋是讲，就是伫咧铁板社区会举办即个烧塔的活动。阮就问当地的人是要安怎念。因当地是要安怎讲安尼？铁板社区就叫做铁板社区。对，烧塔就叫做烧塔。对，铁板社区烧塔。对，活动。对，真趣味呢哦。而且咱call out的对象甲阮讲啊，因为这个活动是希望讲会当互时势了解。早期因为物资较欠缺嘛，棺柴帮还有便所帮这种物件拢袂使做茶来烧。但是这款物件无爱用的时阵，就会经伫咧中秋烧塔的时阵甲伊烧掉，表示讲咱惜福而且尊敬，嘛有换新的意思。咱即马现代虽然讲无这款物件，但是协会足厉害哦，因个设计一个卡片。因为咱即摆的人生活压力真大嘛，定心内就是有一寡较行袂过去的物件，因就是用这个卡片后面就甲你行遐的物件写落来，伫咧烧塔的时阵甲伊烧掉，上顶讲这个物件你已经甲伊化掉啊，你就会当互你充满勇气面对未来，真正是一个足赞的活动，真好呢。对啊，咱讲一个遮尔正面的，咱无来讲一个跋筊的好咧，跋筊好咧，好来讲跋筊的。跋筊的就是要讲金门的跋状元饼啦，嘛是伫咧外岛吼。对，听讲这个跋饼伊是为厦门流传过来的，厦门哟，厦门传到金门啊、晋江啊，还有台湾其他的所在。对，是安怎会是为厦门传过来的，嘛是有一个典故的。对，就是咧讲。历史嘛，对，历史你讲，我数学无好，就是毋知影几年前，就是几百年前，郑成功，对，就是伊要修正嘛，对，伊的真济迄兵拢是为迄福建啊、广东遮个所在来的，对，因都是会思念家乡啊，对，所以伊迄第时讲伊的部下就想讲。来想一个活动，互因改寿安尼，改享受啦。所以这个活动就是要互因跋筊会当改享受。因为伊的家乡有这个活动嘛。呀，对，所以就是有出现这个跋饼这个活动。所以就是嘛是同款，是用安尼18刀啊，安尼落去跋。所以说来就是要简单甲大家讲跋饼的这个。生活，你较定好，你讲简单，嘿，就是伊用6个18刀啊，伊的就是有排名嘛，嘿，所以就甲咱考试共款，头一名
状元嘿，状元，过来是本干，过来是探花，过来是进书，对，过来是举人，上尾我知秀才，徛要动来，伊要顶拨落来，设计真厉害。好，所以总共就是有这6个，对，6个名安尼，要安怎得到状元呢？你确定这讲了，咱听众朋友袂昏倒？真紧啊，要讲了啊！哦，就是伊主要就是以迄4点，对，嘿，以4点来做迄输赢，嘿，所以你拔到愈侪4点，你的名就愈头前。红的甲乌的敢有要紧？啥物红的甲乌的？4点就是红的。你问啥物？生气哦！所以比如讲，你要拔状元，拔掉啦。嘿啦，你要拔状元，你就是爱拔甲可能爱6个啊，6个18斗拢是4点。哦，嘿，咱听起来做难的呢，上无爱有4个啦。哦，嘿啦，哎，可怜。听众朋友啊，毋通爱拔脚啊，拔脚无人就算蹭趣味的尔啦，嘛无拔钱，啊是赢的人就是拔饼，嘿啊，赢的就是拢摕出一个饼转起来了，嘿对，全部是真困扰呢，是真困扰，食袂了要安怎？分厝边隔壁啊，嘛是啦，做公关好气安尼啊，做公关好，嘿啦，讲完第1名状元，过来要讲第2名，咱的本干，嘿，第2名嘛无简单呢。安怎讲？刚才迄6粒18斗啊，6粒18斗啊，嘿，迄就是每一边拢无共款，你是要讲这？你的手一直比，听众朋友看无？我毋知迄同事要安怎讲，弹落去安尼。是，嘿啦，每一边拢爱无共款。每一边拢爱无共款，嘿啊，所以就是6粒全部拢无共款，对，这是第2名。嘿，安尼听起来，这第2名甲第1名拢做困难的呢。嘿啊，安尼因是安怎决定出讲即个遮困难的是第2名，啊，倒一个是第1名？啊，就可能就参加排队拔安尼，看谁先拔着啊。啊，无你第3个嘛是说讲者，我听看卖前3名敢有迄无啥共款的。好，第3名就是你爱拔着3粒4点的。3粒4点的，我这听起来较有希望哟，对啊，听起来那就较有希望哦。好啦，佮剩3个，无你先说讲，我免讲听一下。好啦，过来就是你爱拔到4个共款的点，啊，袂当有迄第4点。啊，安尼嘛做困难，可能就是你安尼拔落去6点，一定有1粒是4啊，无一定啊。哦，好啦，啊，过来咧，过来就是你爱有2个红色的4点，有2个红色的4点，其他是几点拢无要紧，啊，就安尼就是举人，无毋对。哦，啊，若秀才咧，上简单咧，你有一个4点就好啊。啊，你这听起来袂歹呢，敢有人拢拔无4点的？嘛是有可能啊，是有啊。嘿啊，运气无好，就真正袂当去拔脚啊。你安尼拔脚，我要请神明来甲你处罚。所以咱过来讲，就是新北三甲，也就是三角影的迎红公。对，红公伫咧中国闽南地区，就是五常的意思啦。其实伊的意思就是讲一个新象啦，特别常常伫咧使用伫咧福建啊，还是漳州的所在，就是即寡先民甲即寡原乡的民俗甲宗教的信仰传入来咱台湾。因为对咱漳泉的族群伫咧交流啊，社会发展啊，个变成闽南语的红公即个用语吼，其实意思愈来愈宽，应该是安尼讲，因为甲迄原乡的用法是无啥共款，而且咱即马伫发展啊，就是红公的信仰，一般拢是咧讲保仪大夫甲保仪尊王是上行的。而且像咱即马台北地区的红公信仰啊，认为讲保仪大夫甲保仪尊王是属于2个神的。即个就号做相中信仰，对。另外一派就是认为讲保仪大夫甲保仪尊王是同一个神的，对，所以就是有2派就对啊。而且迄当阵红公就是甲姓张的、姓高的，还有姓林的这3个家族，就是迁入来安溪这边，咱照应条派安溪这边。后来这3个姓的家族伫咧迁来台湾的时阵，嘛拢有甲就是红公的香火砸过来。落尾啊，姓高的伫咧景美起庙，姓张的伫咧目沙起庙，姓林的伫咧万隆起庙，这3间拢号做接应庙。一直到后来日本时代，伫咧目沙起中顺庙，这几间庙就成做台北地区主要的红公信仰的庙。对，
若是日本时代，迎翁公是拄旧历8月26开始的。是由婚客来去请翁公，过来翁公一庄就接过一庄，一直到旧历的9月初1，树林这边的甘园结束。这个由迄3角影的楼主甲翁公请落去。战后时代，政府就统一一个这个祭典的政策。除了婚客甘园等等的部落，也是维持原本的祭典的日期以外，其他大部分的庄仔拢是照迄政府的政策，集中伫咧旧历8月15来举办。是，所以3角月迎翁公，伊的意思就是讲统一祭典的部分，是经过就是咱即马几十年的发展啊，迄范围是包括三峡的专区啊、永高的部分地区，还有大溪的中庄。范围真大呢。对，范围真宽。毋知影现场，毋是现场，毋知影线顶敢有听众朋友，就是伫咧三峡，还是讲住伫永高有参加过翁公迎翁公即个活动的朋友，若是恁有遮个经验，会当欢迎恁写批来甲阮分享。嘿啊，我嘛无参加过呢。对啊，听听其实咱有真济，就是祭典活动。你看咱金门嘛无去过，马祖嘛无去过，咱这遮近的树呐。咱境内嘛无去过，可能迄在地人才有咧参加啦。对啊，其实有一寡就是新民的活动，一定就是爱当地才会使去。像迄啊嘛牛耶嘛，所以讲酒，伊毋是就是爱讲生，因兜我迄个是因兜的迄庙，我想伊咩，网友咱惊着。好啦，讲故事的时间真正是过足紧的啦。好，那呢？今仔日的节目，你爱讲话啊？你袂当伫遮？我说是要休困啦，是要休困。哦，好啦，咱时间差不多，好紧的啊。真正会当收尾啊，哟。系啊。好，那呢？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要批信？无啊。那也无配啊，那个也无配啊。哎呀，拢无人写杯来，不管了，来，祝福来听欧伯伯，欧伯伯，多谢大家努力，中秋快乐哦，快乐。我希望会好啊。我嘛希望5点半会好啊。嘿啦，安尼咱就做伙希望5点半会好。有望上水，希望上水。因为哦，因你兄的迄材料。你真无要叫我去恁兜行吧？你毋免转去中华哦。我咧考虑啊。你甲我招一个啊！毋过爱坐高铁哦，迄无袂当报销哦。坐较俗诶，奇怪！我去恁兜袂当做一个节目啊，甲恁兜诶人开讲，可以当报公司诶。这部头家无听到，我可能 NG， 阮头家无听到。防疫期间，嘿，对啦，防疫期间也是莫安尼下来下去啦吼，下来下去，毋通学袂过家。嘿啦，哦。今日这念故事忝的呢，故事都定的，我嘛听个就忝的，比迄普渡的木人的更加忝。分享咱有知识好无？翁公会甲咱保庇啦，好不好？头头讲翁公会甲咱保庇，听到这个朋友表示听个上下尾啊，翁公会甲恁保庇，真的，甲大家保庇，大家平安哦，嘿，再会，拜拜。